逗號同埋句號係最多人錯嘅標點，特別係逗號，就算原成去做都有機會錯嘅，因為呢個世界好多逗號係可以加，亦都可以唔加嘅。今天我冚了你一巴，同埋今天逗號我冚了你一巴，其實兩樣都好似 OK 嘅，所以最緊要嘅就係逗號點樣做好佢。打粒星星喺呢個位，逗號最後加連接詞後優先考慮，除非好似呢一啲嘅複句入面嘅逗號啦，呢啲好明顯嘅，我哋就加咗先啦。如果唔係做到題目嘅最後，你發現有啲位係可加可不加嘅，咁呢個時候我哋優先考慮喺啲連接詞嘅後面加翻個逗號俾佢。例如好簡單啦，因為你好有型，所以我喜歡你。因為你好有型，逗號，所以我喜歡你，其實係冇問題噶嘛，唔使所以逗號我喜歡你噶嘛。所以呢啲連接詞嘅後面其實唔一定要加逗號嘅，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漏咗啲標點，你一定要加嘅時候，連接詞後面你優先考慮加落去，因為你要塞爆佢啊嘛。你12個一定啱唔晒噶嘛，咁13個我寧願試下呢啲位啦。呢個係一個應試技巧嚟嘅。第二個可以考慮嘅地方就係睇長度啦。因為你好型，所以我喜歡你。所以我中意你，呢個係一啲短嘅句子嚟噶嘛，短嘅句子呢，就通常唔使加都得嘅。但係呢度因此華山被譽為奇點天下第一山係長嘅句子嚟噶嘛，係咪啊？長嘅句子嘅話，呢啲位加逗號嘅合理性係高啲嘅，所以呢個位我哋可以加個逗號俾佢。